各位早晨，今日天氣都比較熱啊，大家咧出去玩都記得要飲多少少水，小心中暑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6.7至到29.7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5.1至到27.8度。轉睇衛星雲圖，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帶嚟大致良好嘅天氣啊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日頭酷熱同乾燥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今晚部分時間多雲，吹微風。展望未來1-2日大致天晴同持續酷熱，去到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咧嘅驟雨就逐漸增多，風勢頗大，海有大浪同埋湧浪。而去到中秋節同第二日嘅天色就逐步好轉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、珠海多雲，中山、江門多雲，肇慶、佛山多雲，廣州、東莞多雲，惠州、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